好多人讀咗好多商業書，睇咗好多管理理論，但點解去到市場轉角嗰陣，依然睇唔通周期嘅走向？點解努力咗一生一世，去到關鍵時刻，總係揀錯條路？呢啲問題其實幾千年前已經有人諗過，而且仲諗出咗一套答案。中國5000年歷史，無論開國將領、頂級商人定係思想家，都係讀住同一本書。呢本書淨係得64個符號，但被稱為大道之源。如果你仍然以為易經係算命嗰套，講真，你已經喺認知上輸咗喺起跑線。今日呢篇文章唔講風水，唔講迷信，淨係講一套喺絕境之中翻盤，喺鼎盛時期避險嗰套頂級認知操作系統。如果你想喺呢個變幻莫測嘅 AI 時代守得住自己嘅財富，我建議你坐定定睇落去呢，可能係你今年睇到最重要嘅一篇分享。講返易經嘅來源，其實背景一啲都唔風光，反而充滿咗血同淚。周文王當年俾人囚禁喺官里7年，隨時隨地都可能俾人處死。佢個大仔伯邑考仲俾人碾成肉湯，逼住佢飲落肚。呢種最黑暗、最無力嘅處境，正常人一早就崩潰咗，但周文王冇，佢反而喺呢段時間推演出咗易經。講真呢，絕對唔係書仔入面嗰種文字遊戲，而係一套喺絕境之中被逼出嚟嘅生命之學。佢嘅第一個讀者係一個囚犯，所以呢本書天生就係為咗應對變故而誕生嘅。如果你而家正經歷人生低谷，或者公司面臨困境，易經嘅出發點同你嘅處境其實係一脈相承嘅。我哋而家好多人一遇到挫折就不停咁問點解係我，但周文王嗰陣根本冇時間問呢啲問題，佢淨係諗點樣將自己嘅困境變成一套可以傳落去嘅智慧。呢種心態嘅轉變先至係真正令呢本書可以流傳幾千年嘅原因。佢唔係一個人嘅怨氣宣洩，而係一套面對絕境時如何保持理性思考嘅方法論。好多人誤解易經，以為佢係一本占卜書，問下神靈聽日運程點樣，但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誤會。易經由始至終都係一本關於變化嘅哲學著作，佢嘅核心目的係教人點樣喺變化之中保持清醒，點樣喺不確定性之中做決策。周文王身處嘅時代係一個極度混亂、極度危險嘅時代，佢冇辦法控制外面嘅世界，但佢可以控制自己嘅思考方式。佢將天地萬物嘅運行規律濃縮成為64個卦象，每一個卦象都代表一種特定嘅情景同應對策略。呢套系統後來經過孔子嘅進一步詮釋，再經過歷代思想家嘅補充同發展，最終成為咗中國文化嘅核心基石。講到易經嘅底層邏輯，其實可以歸納成3個字：變易不易。簡易第一個係變易，
意思係唯一不變嘅就係變化。呢件事本身做生意嘅人千祈唔好妄想抓住一種永中嘅利潤模式，市場一定會變嚟嘅。護城河今日好用，聽日可能就廢咗。我哋見過太多曾經風光一時嘅品牌，因為堅持住一套舊有嘅打法，唔肯隨住市場變化而調整，結果一步步被淘汰。第二個係不二，意思係變化，背後嗰套規律係不變嘅呢，就係所謂嘅底層邏輯。無論市場點變，人性周期、供求關係背後嘅規律基本上係一致嘅。例如人氹心同恐內呢兩種情緒幾千年都冇變過，所以股市每次嘅大漲大跌背後嘅心理動機其實大同小異。第三個係簡易，意思係最高深，嗰套規律往往可以用最簡單嘅決策模型表達出嚟。呢三層邏輯正正係易經可以流傳幾千年仲咁有生命力嘅原因。佢唔係教你死記硬背嗰啲卦象，而係教你掌握一套思考框架。呢套框架可以應用喺商業投資、人際關係，甚至家庭決策入面。呢三個字睇落好簡單，但真正能夠領悟入面精髓嘅人少之又少，便宜提醒。我哋要時刻保持警覺，唔好因為一時嘅成功就鬆懈。不二提醒我哋要揾到我哋同常不變嘅規律，作為決策嘅根基。簡易提醒我哋要化繁為簡，唔好將事情諗得太複雜。呢三個層次加埋一齊，就形成咗一套完整嘅世界觀同方法論，既可以幫你睇清大局，亦可以幫你處理細節。講完底層邏輯，不如講下框卦呢個決策模型。佢將事業發展拆成6個週期，我覺得對而家做生意打工嘅人都好有實戰價值。第一個階段叫潛龍勿用，意思係積累期。呢個階段你嘅能力同資源都未夠，千祈唔好心急出手。好多壯業者一拎到投資就大肆擴張，開分店加人手呢，正正係唔識潛龍嘅道理，結果紙金鏈一斷，死冇葬身之地。我見過唔少初創公司創辦人本身有幾個好嘅諗法，但仲未驗證市場，就急住擴大團隊租貴嘅寫字樓，做大規模嘅市場推廣，結果燒光所有股金，公司未上軌道就已經執笠。第二個階段叫漸龍在田，意思係開始嶙露頭角。呢個階段最重要嘅係利見大人，即係要主動去揾貴人、揾資源、揾平台，唔好淨係識得埋頭苦幹。好多有才華嘅人，因為唔識得主動展示自己，結果一世都懷才不遇，正正係冇做到利見大人。呢一步你要明白，喺呢個時代，才華本身唔值錢，值錢嘅係被睇到嘅才華。你幾有本事都好，如果冇適當嘅平台同機會去發揮，都只係徒然。第三個階段叫直剔若離，講嘅係上星期嗰種焦慮，意思係即使你順風順水，夜晚都要復盤檢討自己
有冇做錯決定，千祈唔好得意忘形。呢個階段最危險嘅就係你開始覺得自己天下無敵，放鬆咗對風險嘅警覺性。好多企業就係喺呢個時候開始走下坡，因為佢哋以為成功係理所當然嘅，忘記咗當初係點樣一步一步捱上嚟。第4個階段叫飛龍在天，意思係到咗冇風期，但呢絕對唔係終點，反而係最危險嘅開始，因為之後已經冇得再升，只能夠跌落嚟。第5個階段叫亢龍有悔，呢係一個警示，講嘅係好多巨頭公司倒閉，往往就係因為佢哋以為高點會永遠持續落去，結果忽略咗周邊嘅變化，最後俾時代淘汰。諾基亞當年喺手機市場嘅地位，可以講係前無古人，但佢哋固守住自己嘅作業系統同硬件思維，完全冇睇到智能手機時代嘅衝擊，結果短短幾年之間由神壇跌落地下。第6個階段叫群龍無首，呢係最高境界，唔係話冇領袖，而係話人人各司其職，收省寬忙，唔再爭住做出頭條。呢種狀態先至係真正嘅大吉。一個真正成熟嘅團隊，唔係淨係靠一個英明嘅領導者支撐，而係每一個成員都能夠獨立判斷，各自發揮，整體先至能夠持續運作落去，唔會因為一個人嘅離開就崩潰。呢6個階段其實就係一個人或者一個組織由初生到成長，再到險峰，再回落嘅完整軌跡。你而家身處邊一個階段？你嘅公司身處邊一個階段？如果你能夠認清自己嘅位置，就自然知道應該點樣應對。潛龍嗰陣就專心積累，見龍嗰陣就主動出擊，飛龍嗰陣就要為回落做好準備。呢啲全部都係好實用嘅策略，絕對唔係空泛嘅道理。講完乾卦，我哋談下幾個核心卦象，佢哋對現代人嘅生存都有好深刻嘅啟示。第一個係精卦，即係所謂低調嘅競爭優勢。現卦係64卦，入面唯一一個六爻皆吉嘅卦，意思係無論你處於呢個卦象嘅任何一個階段都係吉利嘅。你有冇諗過點解好多頂級商界大佬睇落去都好平庸、好低調，完全冇半點張揚呢？正正係因為佢哋深明呢嘅道理，關忙太露，容易引嚟攻擊同妒忌，低調於唔鬆，反而能夠積聚長久嘅競爭優勢。講真呢，同我哋平時諗嘅要夠強勢先至成功嘅觀念完全相反。但放眼睇返歷史，你會發現真正可以長治久安嘅企業領袖，往往都唔係咁出位嘅人，佢哋寧願將光環讓俾團隊，自己留喺幕後做實事。第二個係坎卦，講嘅係危機管理。坎卦嘅象徵意義係重重，險難佢教你喺危機入面千祈唔好亂動，而係要習坎，即係反覆練習面對困難嘅能力。等到下次困難再嚟臨，你已經有足夠嘅經驗
同心理準備去應對。呢個道理套用喺創業入面，就係每一次失敗都唔應該浪費，而係應該當成一次操練，等下次遇到類似情況嗰陣，你識得點樣反應。好多人失敗一次就一蹶不振，但真正有智慧嘅人會將每一次失敗都變成自己嘅養分。第三個值得講嘅係苦極泰來呢個概念，好多人以為只要熬住就一定可以等到好日子，但講真，呢種諗法係錯嘅。泰卦同否卦嘅轉化需要傾否，即係你必須主動去推翻嗰個壞局面，泰永遠唔會自動嚟臨。如果你淨係坐喺度等運到，呢種心態本身就同易經嘅精神背道而馳。呢點同好多人諗嘅忍一忍就過號嘅心態完全唔同。易經強調嘅係你必須主動出手打破現狀，先至有機會迎來轉機。講到呢度，不如講下人同位置之間嘅博弈。呢方面其實有3個關鍵字，分別係為時。禪宗位嘅意思係德不配位，必有災殃，即係你坐喺一個超過自己能力同德行嘅位置，遲早會出事。好多人升職升得太快，或者揾咗一筆橫財，但內心同能力都未跟得上。呢種情況就好容易招嚟災卡。我哋見過太多一夜暴富嘅人，因為冇相應嘅財富管理能力同心態，最後將財富敗到一乾二淨呢，正正係德不配位嘅最佳例證。時嘅意思係時機不對，努力白費。呢點提醒我哋做事要懂得睇時機，唔係淨係靠拼搏就一定有結果。有時仲未到時候，你再努力都係徒勞。中嘅意思係不走極端呢，絕對唔係講和稀泥，而係一種動態平衡。你要識得喺過同不及之間揾到嗰個最適合嘅位置，而呢個位置足仲會隨住時間環境而不斷調整，唔係一成不變嘅。例如一個企業擴張得太快會出事，但停滯不前又會被淘汰。真正嘅智慧係識得喺呢兩個極端之間揾到最適合自己嗰一刻嘅平衡。點位時中呢3個字，其實就係易經決策哲學嘅核心。你坐喺乜嘢位置，就要做翻相應嘅事。你面對乜嘢時機，就要採取相應嘅行動。你要時刻保持中庸，唔好走極端。呢3樣嘢加埋一齊，就構成咗一套完整嘅決策框架，可以幫你喺任何複雜嘅處境入面揾到最適合嘅應對方案。講到呢度，唔知你有冇留意，周文王留落嚟嘅根本唔係一條魚，而係一支魚竿。佢想透過易經告訴我哋，命運係可以被你嘅認知同行動改變嘅呢，絕對唔係一種宿命。論世界永遠都處於未濟，即係未完成嘅狀態呢，正正係易經最後一卦嘅心意。每一次成功都只係下一次危機嘅開始，冇所謂嘅終點，只有不斷嘅循環同調整。呢點對我哋而家
好有啟發，因為我哋成日以為揾到一個完美嘅狀態就可以一直維持落去，但現實而之後，任何穩定都只係暫時，你必須不斷調整自己嘅心態同策略，先至能夠跟住時代嘅步伐走落去。講返實戰啲嘅例子，大家應該都見過，有啲明星初創公司一拎到大筆投資就瘋狂燒錢擴張，開分店，請大量人手做大起步廣告，結果市場環境一變，資金鏈即時斷裂，公司就咁倒咗。呢正正係屯卦所講嘅道理，根基未穩就急於擴張，最後只會自取滅亡。同樣，我哋亦見過唔少巨頭企業喺巔峰期盲目擴張，以為自己永遠會係市場領導者，結果忽略咗新興競爭者嘅崛起，最後俾時代淘汰呢，正正應驗咗亢龍有悔嘅警示。呢啲案例絕對唔係迷信，而係週期發展嘅必然頹勢。窮易經早就用64個符號將呢啲規律總結出嚟，我哋唔需要將佢當成一種神秘嘅預言，而應該當成一套經過幾千年驗證嘅週期理論。佢同我哋而家講嘅商業週期、行業性命週期呢啲概念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只不過易經用咗更簡練、更具象嘅符號系統，將呢啲規律濃縮落嚟。值得一提嘅係，易經入面仲有好多卦象，講嘅係人際關係同團隊合作。例如同人卦講嘅係如何與人協作達成共同目標。一個團隊如果各懷私心、各自為政，就好難做到真正嘅同仁。而兌卦講嘅係等待嘅智慧，有時候唔係淨係靠行動就能夠解決問題，適當嘅等待反而係一種更高級嘅策略。呢啲卦象雖然名稱聽落去好抽象，但其實佢哋背後嘅邏輯同我哋而家講嘅團隊管理、商業策略有好多共通之處。我哋再深入啲講下同人卦，現代商業社會講求嘅係協作同共贏，但好多人唔明白真正嘅協作唔係單純嘅利益交換，而係需要建立一種共同嘅價值觀同目標。同人卦強調嘅就係要團結志同道合嘅人一齊向住共同嘅方向前進。如果你嘅團隊入面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算盤，你爭我奪，咁樣嘅團隊就算有最優秀嘅人才，都只會互相消耗，而唔會產生真正嘅合力。至於兌卦，佢教我哋嘅係等待嘅藝術。現代社會講求速度，乜嘢都要快，但唔係所有事情都係越快越好。有時候你越急就越容易犯錯，你越催就越容易逼走合作夥伴。適當嘅等待唔係軟弱，而係一種策略性嘅忍耐。等時機成熟先至出手，等條件具備先至行動。呢種智慧喺投資、談判甚至感情相處上面都係好重要嘅。未來嘅10年係變革最劇烈嘅10年，AI 嘅崛起
全球經濟格局嘅重新洗牌，各行各業嘅遊戲規則都喺度急速變化。如果你想用有一種睇清世界運行代碼嘅能力，唔再隨波逐流，我覺得易經絕對值得你去深入研究。我哋唔講玄學，我哋只係用古人嘅智慧去解決現代人嘅難題。喺呢個變化莫測嘅世界裏面，我哋要做嗰個掌握規律嘅人，而唔係被動咁俾時代浪潮沖走嘅人。AI 時代帶來嘅衝擊，其實同易經所講嘅變異精神係高度吻合嘅。過後幾十年，我哋習慣咗一種相對穩定嘅發展模式，認為讀好書入大公司，一步一步向上爬，就可以過安穩嘅生活。但呢種模式喺未來10年可能會完全瓦解。AI 會取代大量嘅白領工作，好多傳統嘅行業會消失，新嘅行業會湧現。喺呢種大變革嘅時代入面，你嘅競爭力唔再係你識幾多嘢，而係你學幾快，變幾快。呢個正正就係易經想教我哋嘅核心精神。最後講講我自己嘅一啲體會。易經入面有一句話叫做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意思係當你行到盡頭行唔通嘅時候，就要主動去求變，變咗之後路就會打通，打通咗之後先至可以長久咁行落去。呢句話我覺得對而家好多處於困境嘅人都有好大嘅啟發。無論你而家係做生意遇到瓶頸，定係打工遇到天花板，又或者係人生入面遇到啲坎坎坷坷，記住變化先係唯一嘅出路。坐喺度等，只會等到更大嘅困境。同時，我亦想講，變化唔係盲目咁變，而係要建立喺對規律深刻理解嘅基礎上，先至能夠變得有方向、有章法，而唔係亂中出錯，愈變越亂。好多公司見到人哋轉型就盲目跟風，見到人哋做電商，自己又跟住做，結果因為冇搞清楚自己嘅核心競爭力同市場定位，最後轉型失敗，死得更快。呢種所謂嘅變，其實只係一種盲動，並唔係真正嘅求變。易經所講嘅變係一種有智慧、有策略、有節奏嘅變，係建立喺對自身處境同外部環境深刻洞察嘅基礎之上嘅變。講到尾，易經留俾我哋嘅唔係一套教你算命嘅工具，而係一套教你點樣喺變化莫測嘅世界裏面睇清規律，把握時機，做出正確決策嘅思維框架。佢教我哋唔好妄想抓住永遠嘅利潤，因為變化係常態。佢教我哋要遵循變化背後不變嘅規律，呢就係所謂嘅底層邏輯。佢仲教我哋最高深嘅道理，往往可以用最簡單嘅模型去表達。無論你而家身處人生哪一個周期，潛龍勿用，見龍在田，定係飛龍在天，記住呢一切都只係一個循環嘅其中一個階段，而唔係永程嘅狀態。睇得明呢點，先至算係真正讀懂咗易經。
起先，亦先至能夠喺呢個充滿變數嘅時代裏面做返自己命運嘅主人。希望今日呢篇分享能夠俾到大家一啲新嘅思考方向。無論你而家身處人生邊一個階段，都希望你帶住呢套智慧繼續行落去。記住人生嘅起落，本身就係一種自然嘅規律，你唔需要為一時嘅低谷而絕望，亦唔需要為一時嘅高峰而專傲。保持唔算，保持學習，保持靈活，你就一定可以在呢個變化嘅世界入面企穩陣腳，行得更遠。